也不出去，想点办法找点工作。找什么工作啊？现在好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，我一个小学毕业的去哪里找啊？你看一下你这家庭条件，你就没有一点理想和追求吗？我的理想就是超越马斯克，成为世界首富。我的追求就是追到你，求你别离开我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。做人就不要忘恩负义。当初你眼睛瞎了，我都娶了你，现在眼睛看得见了，你最好别离开我。你去哪里啊？这2天周末双休，后天再做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个农民还搞双休，我看你是土人放羊屁。你不做，我也不做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